社会主要来关心拜六暗一只中立客运要换站的时，无细致弄歹这个便当店的 LED 电火，运将因为无发现就安尼做伊走，便当店的员工冲出来砸车，叫伊就爱赔，结果人客就那伫咧车内等，警察即嘛当咧调查运将的责任。 一台公车停伫路边，车门开开，司机煞无看的人。10号暗时中立客运的公车要挖公车站的时阵，无细力甲边仔便当店的 LED 的看板弄下去。上面这个 LED 灯是便当店的，是，只知道是被公车撞而已。哦，其他我都不知道了，其他不知道，因为我已经收摊了。 LED 的看板规个海去，司机无发现，下着看板就离开公车站。迄当阵嘣一声，便当店的店员随走出来，甲车砸落来，佮甲司机带走。互车顶的乘客看甲硬气，伫车顶等，拢无人插应。尾啊，司机才佮登去到现场。我那 SOP 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有这样状况的话，第一个，我们车一定要靠了路边，靠了路边，然后呢，就是说。 通知我们后边的车把这些客人把他接过。然后司机留在原地处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要这样。为现场来看，有可能是因为公车停甲伤洼内底啊，才会无细力弄到 LED 的看板。司机弄到了后嘛，无落车来检查，敢有算是刚弄到，搁要走嘛，爱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